講爸講媽。2 minutes。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 review 嘅題目呢，就係孟母三遷。早幾日呢，考評局呢就出咗個報告，就關於係今年應考文憑視覺科嘅表現，被譽為死亡之卷嘅中文科嘅卷4說話能力裏面，有一條題目係要求學生就孟母三遷同埋曾子殺豬兩個故事，分析哪一個故事對現今家長培育子女更有啟發性。但係報告就指呢，有部分學生意念單薄，內容貧乏，推論粗疏，甚至有順口開河嘅情況。利用孟母呢個例子呢，嚟到同現今嘅怪獸家長去作出比較，亦都有好多講出好多相似嘅地方，亦都有提出呢，就話孟母三遷喺現今嘅樓價裏邊呢，根本係冇可能。老實講，考官呢，佢揸住張 marking scheme， 對住呢啲咁嘅題目，對住呢啲答案，佢梗係話佢係粗疏啦，因為 marking scheme 唔會有講，佢亦都唔會俾分佢。但係如果調轉嘅喺另一個環境，佢係見緊工嘅時候，俾一條咁嘅題目佢，我作為一個 interviewer 呢，我就覺得其實呢個小朋友係答得相當之好嘅，因為喺咁短嘅時間裏邊，喺 under 一個 high pressure 嘅情況，佢可以咁快就聯想到孟母三遷同埋現今怪獸家長相似嘅地方，亦都作出一個唔差嘅比喻。其實佢嘅反應係相當之快嘅。當然，如果你係要攞到更高嘅評分呢，你就應該要加入多啲，譬如背景嘅情況啊、環境嘅周遭環境嘅唔同啊，同埋呢，另外亦都要作出正方反方嘅比較啦，咁就會比較一個 complete picture。但係呢，如果你問我作為一個 interviewer， 如果佢答到咁樣嘅情況，亦都係佢嗰個相關性係答到出嚟嘅話呢，呢個 candidate 呢，其實亦都係會獲得相當高嘅評分。但係當然啦，喺唔同嘅情況之下，你要有唔同嘅表現啦。Good luck guys, see you next time.